来看是这个全世界疫苗的供货拢无稳定，台湾即摆嘛真欠疫苗。咱的政府家己所购买的第5批莫德纳疫苗，虽然伫昨运到台湾，也毋过指挥中心讲，这个数量实在无多。台湾目前的疫苗，莫德纳存217600剂 ，AZ 存30万剂。台大儿童病院的院长黄立明讲，莫阁经白注咯，剩啥就来注啥。另外，感染科的权威黄高斌医师嘛讲，你会当做的时阵，就赶紧先来做。指挥中心的发言人曾仁祥嘛讲甲真坦白哦，讲这个后一轮会当注到莫德纳的，恐惊剩100万人咯。要打针吗？这会是进多少？就惊讲无保护力，各县市拢咧拼预防针的注射率，也毋过进口疫苗像莫德纳甲 AZ 分别有人介意，尤其是莫德纳支持人搁较济。虽然昨台湾有入来差不多10万剂莫德纳疫苗，也毋过指挥中心承认讲，这个量真正有够少，要安怎分配，都要搁规划，全世界拢无够。这 COVAX 啊，它大概就是为了全世界的疫苗供应有点焦头烂额。全世界尤其是先进国家，他们现在要打第3剂，这个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那个供货的时程。目前美国寄付的250万剂莫德纳，加上台湾家己买605万剂，总共855万剂，会使提供差不多是427万人注2剂。也毋过扣掉已经注的头一剂209万人，保留好第5轮的43万9千人，也有增加的第9类53岁到54岁，差不多5万6千人。扣的全台湾较无90万人会使注到莫德纳。因为偏偏非莫德纳唔注的人有390万人，根本就无法度满种。医生建议讲，上好是 AZ 还是莫德纳2种拢紧，安尼较有保障，唔免就的确爱莫德纳。看起来好像是 AZ 疫苗的供货比较多，而且 AZ 疫苗之后就混打莫德纳疫苗的话，就要看莫德纳疫苗供货的量能不能应付我们未来的需要。除了进口疫苗嘛，我讲国产的疫苗会使赶紧上线。来补这个疫苗无够的量。继续来看是。